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6年5月20號。當前推動美股回報嘅驅動力主要係盈利增長，而非單純估值擴張所致。年初至今，美國股市大概10%嘅升幅嚟自盈利增長，呢個趨勢同歐洲股市形成鮮明對比。去年歐股85%嘅回報皆嚟自估值擴張，而非盈利增長。作為淨能源進口地區，我哋認為歐洲股票較其他市場更加受逆風嘅影響。另外，通脹壓力正喺度擴散，結合強勁嘅經濟數據，我哋認為呢一種高增長、高通脹嘅環境正反映美國正處於經濟過熱嘅狀態。不同於滯脹通常伴隨經濟增長惡化同埋高物價嘅壓力，因此我哋目前睇唔到美國經濟存在停滯嘅跡象。喺經濟過熱嘅環境入面，實物資產表現通常好過固定收益工具，而黃金喺通脹環境表現通常亦都較為出色。我哋繼續視黃金係多元化長期投資配置同埋存續期嘅工具，而非短期嘅策略性交易。我哋預計黃金同埋自然資源嘅表現同通脹嘅相關性將會持續。然而，我哋留意到目前標普500嘅股票情緒指標已經升到去較極端嘅水平。往績顯示，當呢個指標升到去極端水平嘅時候，通常預示嚟緊一段時間回報以區間上落為主。鑑於過去2個月股市嘅長倉倉位已經增加，短期內股市嘅表現或者比較受限一啲。今集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